文化真要紧，文化展现咱的生活。亲像伫南投埔里就有一个有100年历史的例，伫今年因是照例举办3献清照祭典。对13开始，规个埔里爱食菜，同齐食5天，而且阁会收丁口钱，要展现家家户户为着做招付出，共心祈求平安顺遂。一人一拍火，摆做一个福的日。南投埔里为13饭店柜开始食菜，拢是为着3献清照祭典。店头甲饭啊拢配合袂输的，或者是规气休困去庙林做义工。外地游客虽然感觉食物件有淡薄仔无方便，不过嘛愿意入境随俗。我跟我朋友是想说这一段时间有空，对，就想说来尝试做一下这个生意看看，这样。对。这几天生意还好？这算是我们第2天啊，就是也算刚开始。目前的起头算是还不错。这个时阵可能较歹做啊，较歹做吼。啊，无来入境随俗啊，安尼啦。埔里镇的祈福造就法会，上早会当追溯到1900年开始，每12年举办一届，而且伫法会举办了后的第3年，搁办3献清照祭典才算圆满。伫祭典的期间，毋但规个埔里食菜5天，家家户户会交丁口钱，发展出独有造就的文化。咱埔里人非常踊跃。交丁口钱呢，伫咱家厝呢有80%外趴。啊，这回呢，因为过3年了吼，咱的3献完照，伊的丁口钱这回较少，大约有69%外。那这123年的当中，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。前埔里镇的镇民几乎是总动员，所以因此才能够得到评审委员的青睐，所以列为无形文化资产。祈福造就法会伫2021年，由南投县文化局登录做县级美术类无形文化资产。文史工作者认为讲，无论就历史、参与的人数，还有食菜等等特殊的风俗，拢会当呈现埔里的特色。这届祭典按算17到18，会举行放水灯甲普渡，嘛进入这届活动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